我寫作有兩個部分，一部分係教參書，另一部分可能係散文創作。咁呢兩部分咧，看似係有啲人格分裂，咁但係如果係老師嘅話咧，又好似順理成章。有時客觀理智，有時係感性啲，我覺得都係屬於蒲偉，都係屬於我個人。青少年人亦都有好多項目，我哋中間咧太想去贏，或者太想去做一個領導嘅角色，咁所以好多時候都會有啲迷失、迷茫同埋自信不足嘅情況。呢個時候書本你去投入其中咧，係唔需要花費好多金錢啦，亦都唔需要打電話去約人啦，一個後花園賞花嘅角色，等我哋可以釋放心靈，同埋咧停一停，認識自己，然後再出發。AI 已經融入咗我哋嘅生活，我哋人仲有好多能動性，可以係善用 AI 而不用被 AI 取代。我寫完一篇散文，我想覺得呢篇可能只係得第3等啫，我想睇下點樣寫先至可以第4等，咁我就可以訓練 AI， 我希望佢用香港文憑試嘅評核標準，去令到我呢篇文章點樣豐富之後，攞好啲嘅成績。如果有啲老土嘅嘢不合時代需要啦，我哋直接調整一下佢，用一個通俗嘅詞語就叫做優化。所以我覺得經典作品並非完全好似有啲人所講覺得老土，而係我哋要保留佢嘅核心價值，搬到今日，然後將呢一樣嘢去發揚光大，去到調整同埋優化。所以我認為閱讀最好就係讓自己嘅情感得以具體嘅存在，讓自己嘅思考得以落實，同時唔一定要使我自己成為眾人嘅一份子，而係我都想喺參加群體生活之餘，都擁有自己一個好私密嘅空間，有自己嘅價值取向，而呢個存在係結合你當時嘅經歷為主。呢個正好係進入文字嘅世界、文字嘅領域，去沉澱呢一種嘅情感，然後訴諸以一種比較優雅嘅形式去表達自己嘅情緒。咁我覺得如果人人都能夠喺呢方面做啲功夫，我哋嘅社會咧會更加優雅。